观众朋友，今日我好麻烦要收看福起来，系阿明哥刘浩明。其实今年台湾的路走越来越时行。台湾的各地嘛会办几家各有特色的路走。咱绿队其实嘛有几家路走哦。2019年客家 Power 绿队客庄马拉松马上都要开始的。今日邀请到来宾，也是客家文化发展中心的主任何建良何主任，有同我哋小街也摆发通，我哋马上欢迎伊。主任好。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客家委员会客家文化中心主任何建良。主任好，我即係講其實今年台灣幾一行嘅嗰種路走，有啲地方嘅路走變成一種特色，唔單止走神走、昂比亞走，無論我哋走表示嘅，其實我哋嘅路行嘅人啊，攞來聽書來佢加油，做乜我哋綠隊馬即個攀路走。其實做下我都感覺講，主持人有感覺到，講到路走，大家嘅法律都走起來咧吼。客家莊本來嘛係東江因台灣真好嘅所在，用路走呢種方式辦馬拉松嘅方式呢，讓大家可能前一日都是來個入會，冇到走出來時，佢留一日慢慢行。嗰種我哋想法都簡單嚟講，用當道嘅發通方式呢，讓大家來了解客家莊。來欣賞客家莊，路走呢下係俺想法之一啦，嗬。我們都感謝東島人來添幫忙。禮拜路走呢，到10月20號都會來體起來綠隊客家莊嘅馬拉松。歡迎大家，呢下可能東島人報名咧，嘛歡迎大家時間留好來，天天留2-3日來嗰位留了。10月20號開始走嘛錯，佢都想同到主任講啊，其實同到主任咱哋一講我發現講，真是有上多嘅人。我哋想講，我從我哋以前去走參加路走啊，我哋可能想講，路走路見走啊，好多看到沿途嘅風景啊，但是主任上我都冇朋友，睇唔可以路走我翻前嘅而來吃，同埋走起以後。你發的冇得講，我哋過橋可能我哋都重新來留了一下，都等於把人帶起來留了2年，至少2年咧。錯，咁啊希望安尼上禮拜安排要替大家個打上一說，前一日要請到林生祥先生嘅做一個客家親好嘅音樂會做應該選手之夜。天一日所主持人講嘅。可能咧風景客家莊，你阿講天天走，阿講你走得當區，係困一下，慢慢，我哋連天天去行了一下，唔是按趕。來到台灣嘅客家莊，本來都真係慢慢行，慢慢看。當然，我嘛希望講，禮拜嘅方式呢，一定會俾大家感覺講，不至於平常時常咧走嘅人呢，是嚟安排。我嘛建議你帶一個家人來。安尼鄉下幾個家庭鄉下來，一定會留下特別好嘅回憶。因為而家路走已經一走一特別的啦。有啲人譬如講，我走到東京啊，走去波士頓去走過。你講個地方，許多地方其實都順便去留了一下，許多東京你去東京留了一下。嗰種其實以前我哋常常會建議講去客莊留了嘅時間，就睇人講可以嚟食啊，可以嚟聊。其實對於嗰種愛運動嘅人嚟講嘅話，其實伊幾想我用運動嘅方法去認識一個地方，嗰時等於係綠隊客莊嘅留了，我哋講馬拉松，其實都盤幾條愛運動嘅人，唔講係太細路嫩，嘛可以去加入我哋運動嘅比賽，去認識我哋客家莊。咁今日咧，我哋咧綠隊客莊嘅馬拉松係拍得挺耐啊！唔多都講成上，我想講係美濃啊！錯，冇錯，其實我哋係綠隊客家莊馬拉松嘅第一擺就上到講，呢下拄好有片啊有隊啦，美濃啦、綠桂啦、三拿啦、甲仙，因為俺想第一年因為係一些籌劃工作咪開始就要上到講，美濃其實有攀過66公里啦、100公里啊，較長嘅超馬拉松啦，連天去旗山呢，嘛有辦過馬拉松。因想講，綠隊嘅美濃嘛東江，用我嘅方式，做主持人講，我想到講，沈祥先生嘅檔期嘛，提早出去聽落來，其實俺做嘅事情攏有想法嚟啦，主要講到講，做馬拉松嘅人。
去国外的时，嘛会看其他上世界人文体景，咱都希望讲。不止因台湾的朋友是得来因客家庄看不同的人文，看因客家庄嘅特殊嘅体景，有样无相款的客家庄嘛有无相款的法律还有特色啦当然我嘛希望颠倒过来，嘛有当到国际其他国外的朋友，嘛是得用安尼的方式来到因台湾留了尤其用因台湾的客家庄来做一个平台佫做礼拜咱来发动其实简单讲起来就是讲客庄的法律、客庄留了、客庄爽快意思讲40公里的轻松的正规的马拉松我嘛希望大家安尼对于因来米农走到绿龟绿龟也有一个新威公园我该会请讲不过干嘛懂挑战嘿有40度的北架嘿走对马拉松选手来讲佢要感觉讲该迄种挑战佢也完成的时期感觉该特别有一家嘅成就感啦25公里咱讲老了咩米农嘅蔬菜大家拢伫文化体景嘛当多啦，像Q 桥的啦、水准啦还有那个米农府啦，都拢请讲咩25公里，你平常时你要抽查你都一餐时间呢，你是在想讲咱嘛当安排当贴心啦咱用4点钟的时间，大家是得一定洗来洗妹啦，路路润润，有想法的人一定是得完成啦主要讲爽快咩，5公里，轻轻松松天天行，嘛一样是得看到米农清好的风景，嘛是得看到像有路街平常时你去买东西今日可能用脚安尼慢慢走慢慢行，你有没有看到无相款的感觉？还有。按多人陪着你，像行了一个蔬菜，你系清好嘅回忆啦尾嘛是得看到讲咱嘅奖牌嘛对大家公平个安尼特别。你只有42啊，你只有25啊，你只有5公里啊，同样拢有奖牌。咁啊对5公里嘅朋友实在一个清好嘅安尼嘅尊重啦天意界，咱嘛希望讲大家来尾是来看到米农界、绿龟界相关有对个特产咱嘛希望讲，该是节有嘛个今后的农作大家是来看到，我感觉该是新年的时，可能该真有名的萝卜嘞，白玉萝卜，可能还在甜红啦你拄好是来看到个不久就是来看到讲真好的产品来到施崇送的我嘛希望用安尼的方式，大家有感觉讲不同的时间拢是得来留了我希望今年的体验班的，我希望大家是得同俺参与的时，看有哪些在韩国改善我嘛希望保证咱客家庄的热情要本人看到，因为咱看到其他的地区的马拉松像田中、中华的田中，看到真有名就是讲，佢规个总台湾人弄出来添闹热，个本人加油啦准备当多好的补给品。那么希望了下时间还有2个月左右。米农庄的人嘛就开始准备咧希望大家看到这个节目的时。不止来这个人有感觉，我去客家庄咧，本身都客家庄的人，嘛是在凑一个朋友讲，看转来走，讲转来做啦啦队，本人添帮忙，因为一定有本人感觉讲，客家人讲热情，讲反洋人来做抗议的时，是有样的。希望礼拜大家要感觉，除了像田中马拉松按有名按多人添帮忙。他这边讲他这边一定要做客家庄，因为客家庄的人特别热情，希望做到安尼嘛希望讲今年体验能够得到大家的想象还有参与。
可是好多主人吼，伊是一下讲话嗰度重點吼，我哋同我哋觀眾朋友，再讓我哋簡單嚟來提倡一下吼，因為像其實觀眾朋友地方吼咪幾度幾好招白嘅，吼，因為講招白有嗰種專業嘅，吼有嗰種老料嘅，像我哋是嗰種爽快啦，爽快輕鬆嘅，爽快5公里，平常攏嘅都唔單止5公里啦，可是我看咱哋分專業組嘅法律組，吼，然後我哋咧老料組，吼，還有我哋咧嘅爽快組，甚至對於我哋嚟講，真係幾好嘅設計。但聽嘢吧，我同嗰度參加法律組嘅人，就能講一下講，其實吼一條路線啊，吼，你講面容嘅人文幾好，還能講綠季嘅山景幾好，風景真係幾好。你對面容出發還有行業綠季嘅時候，你發現講，嗰啲真係係幾正嘅地方，嗰種幾刺眼，又幾健康。好，但是冇錯喎，啲地方全部會上街啊！我個情況一些，冇問題，真係就落街咧。個還有其實吼，頭都其實主人講到，他講人，伊下可能冇注意到重點講，其實見家人啊吼，嗰種人做病哦，喺呢度乜嘅呀？呢度獎牌啦，唔係講呢度提名嘅獎牌，唔係。啊！啲獎牌嚟到經驗，還有天嘢咯，呢度嘅衫褲，係咪同我哋主人介紹下今日嘅衫褲嘅設計係乜嘅？哦，20幾號，我嘛上到講，啲個顏個色嚇，我先經驗講，淺流行個淺本人感覺講，醬嘅色啦嚇，點講嘅送嘅珊瑚橘或者珊瑚紅啦嚇，唔過你個色點講代表嘅活力。代表嘅熱情啦，哈！啊，上了兩招是兩個代表兒童嘅客家莊以外元素。當然嘅俺班客家莊嘅馬拉松，當然希望客家嘅元素嘛，為本人有感受到。主要講俺人文特色，俺設計嘅時嘛，要想到講，啲衫褲啊，真好本人啲，呢位係綠隊咯。你下俺懂感覺，當人慢慢了解嘅。不過綠隊還係有蝦米嘅種條哦，像了解嘅有片嘅有隊度。有5個種條哦，還有屏東嘅古書啊，甚至於對歷史來講，還有個李公嘅下五落啦嚇，五落起碼係有一部分嘅素材係客家莊嘅有隊啊嚇，其實主要有講到講，咱嘅衫褲吼，咱嘅衫地背呢用綠隊嘅地圖。他這班人可能看到講列到做美濃馬拉松、客家莊馬拉松嘅朋友做嘅衫講。你係哪咯？其實是慢慢推你小解講，你係綠隊竟然按第一排去走，係右片係右隊，佢下一排有後隊、前隊、先鋒隊、中隊、左隊，按攏會其他講陸續來辦落去。希望大家對綠隊呢越來越有機會來行了，越來越了解講綠隊中。300年來有自家嘅故事，有自家嘅特色。不過清代嘅特色就講，你來嘅要感覺講客家莊南邊攏窮快，攏東江，南部嘅客家莊呢，你行了1年、2年、3年，當然攏有新嘅朋友會同你做同好嘅安排。基本上就越來越感覺講，來到客家莊，來到綠隊呢，感覺有從轉到南部人講貴啦哈，貴到自家物價有款，按資源會對客家莊呢市場會來留了安尼。嗰時其實路走啊，唔單止係單純嘅走步，其實係了解一個地方最好嘅方法。休息一下哦，等下我哋馬上過來。歡迎過來，復起來。上到節目我哋何主任同我哋介紹2019客家 Power 綠隊客莊馬拉松嘅一個內容。我相信觀眾朋友馬上可以講，其實除了衫褲以外，其實今日客家人路走啊，係邊度獎牌？獎牌嘅設計最重要。我想同我哋主任同我介紹一下，今日嘅獎牌嘅嗰種設計有乜嘅特色嗎？其實主要主持人講嘅係有樣大家會想到講，我用順突然報告講我要參加一個活動而用獎牌嘅方式呢，讓大家看得到。可能禮拜我哋獎牌第一個主要要講到講，
米农还有新威啦，甲尾有样的绿龟啦吼，亲江的山的吼，咱对山的风景嘛融入来，咱又用绿队客家庄嘅马拉松吼，用做上局，用客家拼音，英文嘛有，天意界吼，我主要讲咩三界组别的，像法律组吼42公里，老料组25公里，还有个爽快组5公里呢，拢同样来奖牌。不过其他有安尼一次次来分别，大家实在本人感觉讲，我做了个发通，嘛个时间那一年有嘛个发通咧，而是他其他嘛是在做一个会议，同人分享的事嘛懂清楚，我嘛希望讲大家有安尼个想法的是，俺明年我盼落去，当然你拢有新嘅其他嘅参与绿队客家庄嘅发通嘅一种会议啦，其實好多專業有講到講，我哋2019年啊，係做優隊嘛，唔知道雙方可能我哋有6隊啊，至少話有6年。嗰時今年一擺2019開始參加體育界嘅話，6屆好你要參加，我哋都有6塊金牌。到到其實專業有講到講。我哋咧獎牌設計同樣啦嚇，只是講唔能夠參加出片，42公里、25公里嚇，同5公里嘅，嚇5公里嘅迄個我哋咧雙快組啊，1點半鐘可以完成。其實1點半鐘啊，等於 long game 嘛，唔單止行5公里。不錯，你睇咱3個組片攏係比其他嘅馬拉松嘅時間咧，攏流較快一chút。本人感覺講冇關係啦，嚇，你嘛因為有時。做表嘅時，身體嘅狀況嘛，自家注意，唔好感覺講時間唔會負咧哦，安尼緊張啦，慢慢行，慢慢了，用自家嘅身體狀況還有自家平常訓練嘅方式呢，來輕鬆走，走順咧，自家完賽就有感覺講同爽快同有發力啦咧。其實更加好參加路走人，他個二路啲啦。除非你專業嘅，好，你專門去走用42公里，佢真係都可能我過緊張是要加算時間。跟25公里啦，5公里啦，他個二路啲迄來老料來搞啦。嗰種其實有啲二路其實心情係幾好，好，但是心情幾好，點解都變成講今日報名，有報名費嘛？了解哦，42公里不含晶片800個元啦25公里600個元，5公里300塊哈。你攏係你做表演攏會感覺講佢嘛有要求啦哈。體育嘅駕駛一定係算起來係較優惠啦，因為你嘅駕駛呢，錯，咱嘅發通一定係用心來攀。你意思講，讓大家感覺講，你講一年每天係做一個馬拉松咧，咱反養你。你從一定唔會幫你增加很多嘅負擔啦，你來訓練同咧，你有冇感覺講？攀起來嘛，當有用心相關嘅事情咧，也不應感覺講物超所值啦，俺嘛講像補給啦，俺嘛當認真啦，用美濃地區嘅相關嘅好嘅美食啦，好嘅飲料啦，讓大家有感受到講。來了尾，主持人講就算係老了4點鐘嘅老了嘛，團員安排好來，本人感覺講走起來呢，風景當好，工作人員嘛，當熱情個當認真嘅安排，我希望講，主要如講咩，我唔敢講當然用順本大家感覺講攀起來用順來期待啦，不過我有想法。其實明年我嘛想講頭個綠隊體區選一個所在呢，可能要辦一個100公里100公里意思講，大家要用無窮款嘅心情來看看客家莊還有鄰近體區有個可能同原來原住民嘅總條嘛，同林沙用順行了，主要主持人講6年那其實同排社講，我有個想法啦後年係綠隊開莊差唔多一個300年嘅紀念我有想到綠隊300公里啦，一隊當然50公里，都係主持人做講你要走安尼你可能要走5日
当日拢会50公里大家来一堆一堆行了。俺嘛都该筹备想法啦，希望不管俺办乜嘅活动，其实都会想到讲，你亲身来了不一时用你的方式，用你的摆选择的路跑没哈，用马拉松的方式来看看人客家庄。你下一摆可能沏茶制行茶啦嘛是得，你也讲同家人视茶嘛是得。不过不管乜嘅时间呢，你来的方式无穷快，不过客家庄拢用穷快的心情。在电台大家来了为老了的时，有感受到客家庄的酱啦，客家面食的用言的安尼，本人食过一摆又一摆都感觉讲，客家面食有样东有特色安尼。还有客家人热情啊！你一天爱。你突然讲，你这个唔管用乜嘅方法，吼，你吃茶来嘛好，炒茶来嘛好，我都你这个起脚茶嘛好，我都一批用招牌嘅方法嘛好，慢慢的来，我哋老了我哋客家庄，看下客家庄其實幾正，慢慢嚟看，慢慢嚟了嘛好。咁從我哋300個人，比如講係5公里好嘅，我300個人那邊，我出嘅衫褲，可能我要做係旅遊獎牌啦，我係咪看到一啲束口袋？也很忙嘅東西咯。其實我們推崇一家嘅客家文化，還有客家嘅族群來一個代表啦哈。你話束口袋講，你出去慢慢老了嘅時哈，一些簡單嘅東西都不用帶。俺嘛用綠隊來貼圖，你看哈，綠隊啲背哈，你擺做係個雙背嘅會係腰隊咩哈？你看下背又有後隊啦、前隊啦。前隊係聯絡還有重資。前一段時間有一個真好嘅戲劇講到重資霍少總嘅故事我感覺當然看到嘅戲劇我感覺都感動啦。其他內呢，其他重資重資係綠隊底部嘅前隊。你擺新年20兩個做表嘅時拄好。重資國中佢開始係國中你下當然你下讀高中佢係喺留喺高屏地區嚟讀書，佢參加個全國中學運動會佢係撐杆跳4公尺53公分，國中佢係破大會紀錄，相當於全國6年來。撐杆跳超強佢嘅前腿嘅肢體佢相忘啦。俺今年新年20號佢要來做5公里嘅雙快組嘅領跑者啦。其實俺今年係當到客家嘅優秀嘅選手都喺準備嘅比賽，像那個標槍選手鄭兆春佢係東京奧運Olympic 嘅真好嘅選手，俺嘛希望講佢嘅成績安好咧，客家之講。俺嘛又會抽嘅第一面 Olympic 嘅金牌朱慕妍，佢係討厭平鎮嘅客家人。佢你下知道當到學生嘅咩？佢講佢新年20號佢也排得出來，佢一定冇來參加。還有一個咱東市嘅嗰人，佢係網球tennis 嘅真好嘅選手，佢係同詹永然亦都攏係搶嘅總頭，東市總頭出來我嘛希望講佢阿名劉泰偉啦意思講，不管你係那個項目嘅好嘅選手，我希望講佢身為一個客家人，有時客家法統咧因為表揚得到好嘅選手，又係你下行按年少嘅，又係已經出名嘅，又係正在為國家爭取更好嘅成績。其實頭當我哋做演講嘅時候，我哋發現講係唱周春係客人，係錯。係，嗰種冇想到講，其實也擺喺滷州對嗰度怪好體育嘅人嚟講，佢咩路嚟看也係偶像嘅呀。你係咪一個機會？真係係啊，因為你平常時那有幾啲排到，但係我譬如可能你看嗰度睇飛吧，買門票都買唔到。你而家嚟參加一啲滷州，你話可以看得到朱慕妍，你話看得到鄭兆春。
这就算礼拜可能比赛啊，冇法度来哦，除非有交代哦，佢比赛唔得去抄题哦。係啊，因為其實也真係我哋客家真係個優秀嘅字體啦。我頭到中醫咪去講到我哋發現講，其實我哋常常喺外面啊，我看到人家做嗰種，伊去參加哪個路走，你講哪個路走，可能我睇下路地，伊係一個好走白嘅人。但是你看，我哋把我哋六隊嘅地圖。伊咧喺上面，好，我們說前面也擺喺六隊，但是至少他們有看到是，第個，張然六隊，六隊喺哪個地方啊？他有其實你團隊也兩三步，等於把六隊嘅廣告都做出去嘅，反正係一個好嘅方法咧。咁謝啦嚇，主要有講到後街選手，主要有報告講前一日沒有選手之夜嚇，先上欣賞嘅，先上也係基本嚟都美農人嘅。佢哋不止係客家真認真嘅音樂嘅表演工作者，其實佢都推辦，佢同其他族群共下嘅事，佢嘛表現起來係提點嚟啦。我感覺講，主要講到不止係運動嘅好嘅選手，還有呢種安尼嘅。音樂啦，佢創嘅搭條歌嘅，攏本人感覺又有因客家嘅美事，又有感覺佢自家有講自家嘅想法，感覺咧都係因客家族群咯，是得同大家來分享吼，來到欣賞欣賞嘅故鄉，因看到一個人按呢個成長，按呢個表現，一定有佢自家嘅故鄉嘅。人文特色到地步，我都希望講，你也都係俺安排嘅方式啦。我嘛希望講，俺辦物嘅法通，攏有安尼想法就講，攏越多人了解講客家莊嘅人文體驗，還有故事。像禮拜美濃大家攏提講啊，主要講到水準啊，其實還有當地嘅故事吼。而是咧，突然在講話嘅時，你就感覺講，佢自家嘅總條，佢有自家嘅故事特色，佢嘛有自家嘅。講我，佢不是在講到佢自家嘅當到嘅以前嘅故事，還有一些佢自家感覺講，呢事情咧，俺呢總頭先共用嘅事情啊，俺嘛希望講，大家總頭攏有自家嘅故事，大家總頭攏有自家共用嘅感受，也是得同大家來分享。嗰所以可以看到我哋運動嘅名人，又可以看到我哋金曲上嘅得主。嗰種我哋一擺2019客家 Power， 例如乜嘅嗰度嗰件太事情咯，休息下我哋下我哋馬上過來。歡迎過來，復起來。上檔節目我哋嘅中音何中音同人講，喺2019年客家 Power 6隊客莊嘅馬拉松比賽有個獎品嘅故事。其實我發現其實唯一嘅獎品中音冇講到。我睇到係咪有可能有啲米農嘅米啊？錯，對啊，我想問下，有米有冇拿到呢？禮拜3個組別嘅好朋友，你完成呢個活動嘅時，我都用米農最有名嘅米農米。147號美濃147米，其實你係真好嘅農產品啊！我咪主要講係補給嘅時用當地嘅農產品。其實其他比賽其他組別比賽得獎嘅嗬，有當多嘅獎品，我咪用農產品來做係本大家分享啊！你係意思就講，攀了馬拉松大家了解客家莊。不止係人文體驗，一個產業，一個好嘅特產，馬上推廣出去啦嚇。又係美濃嘅農會啦，六龜嘅農會，其他農會攏同俺聽幫忙。主要主持人講嘅米嘅事情都係安尼。俺當然嘛希望大家來呢邊嚇，不止係前一日講當日，還有天然嗰一日留下來。其實買一束特產進去哦，人講啊，你看到嗰位嘅文化。體驗，你對個產品你都有感情，你買進去自家食起來啊，講分享俾大家，攏係真有感受，很有意義嘅。那像一擺中間頭都有在講，其實一擺一路走啊，係走成嚟走呢，嗬。錯。因為我哋講去年咧，其實我哋6隊咪盼講我哋咧成功上演嘅一種路走，其實係啱唔啱地走。一擺中間我想我過到走成走。
因为俺嘛希望办一个标准的全程的马拉松啊，40米公里，40米公里按怎讲啊？6个半点钟算完赛的吼。啊，你也讲对下晝开始做到按不死头哦，安尼实在模拟安尼设计来啦。啊，去年俺选用俺的延期吼，做个10公里啊。啊，10公里其实差不多点外钟啊，2點鐘的做的說咧。啊，俺其實安排嘛上今年來安排，俺去年係用10伏的方式，大家搶下來參與安尼在地餐桌啦，150組。搶下來10分，因為綠隊客家文化園區係個生態博物館，大家共同嘅會議，客家中共同嘅會議係俺時常去做嘅事情。啊，去年俺安尼做法吼，當人感覺講哦，安尼當好。啊，今年俺嘛有用心啦吼，俺差不多5點半，早上5點半就開始走，較涼爽一些。啊，今年呢，其實俺希望講吼，我主要有報告講綠隊客家中反映大家時常來。啊，有片啊，有隊呢，俺辦馬拉松啊，其實都延期哈，俺延期都屏東嘅內埔後隊嘛哈，啊，其實屏東縣政府嘛同俺合作，而今年嘅屏東嘅馬拉松係到11月開始都好同俺嘅高手嘅發通呢聯合起來啊。前一年嘛係俺高手嘅釋放演，還有表演。啊，選手嘛是得用安尼方式做提早來到客家中參與應該客家美食在地餐桌嘅感覺。啊，了解發動其實佢嘛都有意義啦哈。同俺延期做起終點嘅時都本人越了解客家中嘅客家委員會、客家文化中心列會嘅平台，本大家越了解講綠隊係乜嘅。啊，第二個俺係同年輕地區吼做一個合作，俺要做到原住民嘅文化園區，俺要做到新疆嘅嘅屏東科技大學，還有呢，因為內埔有一個龍泉啊。當人做過邊個人都知哦，陸戰隊吼都介位，啊入邊俺都大家搶下來合作，入邊屏東呢場馬拉松咧，有安尼元客農工吼陸戰雄風，啊安尼大家都是在感覺講，你10月的時參加俺美濃嘅馬拉松，11月的時是在做到原來內埔後隊入位來做安尼個活動嘅參與。我主要有講咩吼？你兩個馬拉松嘅這個報名嘅費用哦，攏冇當高啊！你是得一個月都走100，其實我哋哦，當到好朋友哦，講周馬，一周都有一次的馬拉松吼。我嘛希望大家今年呢同俺相識安排活動嘅是10月來到美濃，吼。11月來到應該後隊內埔入去兩個馬拉松，攏拜託大家吼來不同嘅參與嘅不同嘅感受一下。啊，搶款嘅熱情係用按安排，一定會本人感覺講來參加呢，一定會感覺講，你明年我先問好係幾時去辦，時間我先留落來。其實對我哋南部人嚟講，差唔多10月、11月嗬高秋迄個其實對我哋南部人嚟講係最涼爽嘅時節。係嗰個其實就早上來走白嘅話，其實都最好。好，因為暗部有可能會有露水，不過重一些，但是早上嘅時節其實風景都過強，然後其實氣溫嘛過好。啊，頭其實主任講到一啲過重要嘅東西嚟講，唔單止10月我哋參加啊，等咧綠隊客莊嘅馬拉松，其實11月咧辦嘅發通比賽吼，對我哋咧綠隊文化園區出發，吼我哋我希望我哋咧原住民咧一啲文化園區，然後還有我哋咧平口台，吼東京話有一啲龍泉，其實龍泉吼以前吼佢到阿邊個，嗰時其實以前我哋嗰度路邊咧睇幾片，所以我哋喺呢啲地盤嘅路嘅地方，其實幾條路吼一路吼，我哋我先見過龍泉嘅嗰種愛身體啦，其實我哋賣包嘅啦，吼呢種水餃全部睇嘅，但是行過前面一些嘅時間，都係原住民咧，第一路一走一條路。客人，原住民，好，我哋咧愛身嘅朋友，係我哋咧係講我哋本地人，但係我哋台灣過台北會出拳，一排全部看得到。其實屏東都有安尼特色，吼，我嘛希望講大家來了尾嘅時有感覺講，不同嘅族群
同下都客家中强下選拔的。其實咱做的事情咧，客家族群都係田定其他族群強下來，每到客家中做一多事情，客家人自家個較用心到，替個語言來傳承，替個文化都個推廣。主要俺都有講到嘛，客家中嘅熱情，大家一定感受到咧，佢都感覺呢個素材是從來係感覺同好嘅素材啊咧。個主要項目啊，其實你如果我哋要參加比賽啊，哈，雖然係個重點冇唔錯，但是其實比賽還是有因素嘅限制啦。但是嗰種冇報道話，其實唔怕。其實我哋最主要都係希望講唔讓我哋6隊合作。行啊，其實對這個身心嘛，佢好唔講，冇意義都喺度睇，看到嘅名錄啦，看到嘅數據嘅，哦，咁像我哋比賽嘅時間，係咪睇有得同人講一下，前一啱唔啱有限數指壓係咪？錯，差唔多就點開始啦。差唔多咪臨啱開始啦，哈，所以嗰時候主持人講，前頭啱啱想補充講，你也冇報名到嘅人。沈上欣賞嘅音樂會，還有俺自家嘅屏東馬拉松嘅高手嘅音樂會，還有嘅祝福宴，你也來參加，嘛強款嘅真有意義嘅事情嘅哈。聽呢個我就想到講，找一雙外國嘅朋友，竟然來了會用錄製嘅方式來參與，我希望有一年大家會感覺講，做乜咁多外國朋友？會來喺客家中呢，因為有朋友講，佢會做相腳，風景又好，人又好，補給又好，獎品又有都有價值，都有紀念，安尼都好咧。做主持人一開始講做嘛走到日本去走馬拉松咯，我嘛希望日本嘅朋友，其他國家嘅朋友，買來台灣，用動作方式來留了貴喺台灣，就想叫錄這馬斯德是一個方式係，就變成我哋下一班我哋6隊客家中嘅一啲特色，錯，觀光嘅特色，反映大家來，不止國內嘅朋友，國外嘅朋友，我嘛先反映，我嘛自家努力上網來推廣。觀眾朋友，而家10月嘅同事應該安排好冇？我留下來哦，到我哋6隊來留了，來做上腳哦。今日我感謝主任來到我現場同我哋分享，你能夠叫客家跑安多安精彩嘅事情。感謝主持人觀眾朋友，10月19歡迎來沈上欣賞嘅音樂會，藝術好走順同美濃客家中嘅馬拉松路走。當然11月16號高手嘅祝福宴，還有17號屏東嘅同安6隊延期辦嘅馬拉松，嘛歡迎大家。不管你親身有報名講陪朋友來客家中看人做上腳推加油，攏係真好嘅選擇。歡迎大家，希望大家按住些落力。休息一下，大家聽下我時常來運動運動。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又到係好好運動嘅時間了哦。我係永權，今日要教大家係拉丁有氧。拉丁有氧的節奏呢，還有拍子會比較快哦。從阿能同下哼起來，團熱情搖擺一下哦。好，開始了浪步哦。好，加上個扭腰擺臀。好了，暖身一下，踏并步來，兩條，用扎。來訓練呢，跟條來走偏右偏。
跟条伸出去。好，胸口哦，前、旁、后、旁，前推出去，旁，后背，后，老杨看呢。好，来弯片，前、旁、后、旁，前面。好，前面开始，开，哈哈，加上速哦，开，哈哈，加上速度来1、2。可以吗？停上來哦。兩步，然後來做主運動的哦。踏並步來。你的臀部留喺最後，加上你蛇腰。加上手，踢的动作，臀踢的动作，两动下哦，来，开，踢的。胸口大块，好，速度加快哦，抖动，两个手推前面，加双脚。弯片，踢的动作，开，哈，可以哈，踢的动作，踏并。抖肩，胸口，好，加上来，1、2、3，腳送出去，好，再擺哦，加上你臀部哦。1、2、3，好，要画一个圆，摆在眼前呢。好，弯片，听你1、3、4，好，斜面哦，再摆，6。
7、1、2、3、4，过来。踢的动作都加一片哦。踏并，胸口，挖眼，挖一看过来哦，加上的数，加上的数。再拜来，很松哦，踏并步来，胸口抖肩，挖眼，很重的唔怕，你慢慢的来，好，稍微休息一下，喝杯水，喘口气，口也发了，痛来，痛哈，再来运动哦，吸气，呼气，踏并步，缓和一下。等下重跳来哦，可以吗？腾上来哦，准备开始来，踏并，抖胸部。扭腰，擘眼睛呢？过来，很多人同跳舞，心情会改好哦，身材毛变得改好哦。好，吸气，呼气，好，弓箭步来。来稳片，用一脚绑冲哦，好，好来再摆哦，很松哦，来调节你的呼吸，要继续呼吸哦，准备。准备开始来，踏并，胸部来，胸腔，抖肩，画圆。很松哦，踏并步，胸部，挖眼，穿一下。吸气，呼气，等下从头呼吸一摆哦。准备开始来，踏并。
胸口，好转。好，今日的动作呢，好不好冇？好不好哈？安能好好运动，下次再来了。